中央今仔日宣布，为初六中到12点开始，要解除猪仔禁运禁台命令，也毋过也是袂使用喷饲猪。美国举行川普上任后的头一场地方选举，纽约市、维吉尼亚州、和纽约西州，拢总是民主党选赢。普休联邦一间老人安养中心发生火灾，上无50位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过往，阁有20人受伤。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在普发现金今仔日开放线顶登记，依照身份证尾数来分流。头一日是尾数1甲0的人大胜，到下晡就已经超过75万人登记啊。另外，新竹市嘛宣布要阁加发5000块，也若嘉义市议会嘛通过临时动议，要求市政府要阁加发3000块。甲普发现金的网站开开，拍身份证号码、银行口座等等的资料，无甲3分钟就完成普发现金1万块登记入校的程序。蛮顺、蛮简单的，就照着做就做完了。登记普发现金采分流的方式，头一天初5敢若开放身份证号码尾20甲1的民众会使登记，到下晡2点已经有超过60万人来登记。财政部增加编款，提早对系统做压力的测试，确保网络袂塞车。书发部在做规划设计，都有把它确定了都放大。对，这个普发现金领的方式，包括11类特定的族群免登记直接拨入去，其他的族群会当选择登记入校。ATM 领现金、邮局领现金，甲照明册发放5种，要若要安怎领，民众有无共看法？如果要 ATM 里的话，还要到 ATM 去操作，所以网络登记相对方便许多。现在网络上诈骗太多，有时候连接很多，你有时候可能点错，你自己不知道。对，所以还是觉得直接实体到 ATM 去领会比较保险一点。普发1万块以外，嘛有其他的县市按算要计发，亲像嘉义市议会，初5透早就通过临时动议，要阁增加3000块。请市长这边呢，好好评估我今天这样子一个建议。我想以嘉义市政府的财政，我们是绝对允许来这样子普发3000块。我们会带回研议再办理，我想我们会朝这一方向努力去做。嘉义市府答应讲会好好来研究，也若嘉义的义德乡，因为7月份丹那市风台来生断了真严重，双十连假就已经成本5000块。梅山乡嘛规划普发3000块，要互民众来纾困。另外，新竹市宣布要加分5000块，希望活化类似的市场。经济部嘛在这个时阵推出推广相关的活动，带我家人一起去旅游一下，就是国内的部分。对。是花莲吗？还是去哪里？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对啊，因为我配合我们事实上经济部也有一些这个商圈的一些推广活动。登记普发现金时间是加令，财政部提醒民众。普发现金的官方网站干那一个尔，政府袂用简讯、寄批或者是敲电话方式通知领钱，也是登记，嘛袂要求都要去转销。呼吁民众若是拄到来路不明的连结，千万唔通点入去，较袂去互现大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标出非洲猪瘟，中央疫情应变中心今仔日宣布，因为病毒无传出去，所以为初6中到12点开始，就会解除禁运甲禁菜命令。初7饭店过就会当开始卖猪肉，毋过目前也是禁止用喷来饲猪。台中市市场包括非洲猪瘟，中央疫情应变中心启动猪只禁运禁台，而且禁止喷饲猪，佮启动3阶段，每阶段各一个防疫措施。考虑无新增加各项病毒干那伫案例市场出现，初5宣布禁运禁台令2阶段解封，初6中到12点开始恢复活猪再运，初7饭店恢复拍卖台猪，毋过依然禁止喷饲猪。分2阶段的一个解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由于猪只要从猪场到批发市场，那各地的猪只先做准备，好，先到相关的猪场去做这些猪的一个卸载，好，跟相关的直接到批发市场。因为这摆非洲猪瘟疫情初判甲喷无确实吹出有关系，什么时阵用喷饲猪，应变中心强调爱达成查核爱落实，监控爱及时，甲确认爱完备的3大前提，才会考虑解禁。分组好的一个监测，好要能够及时回报，好能够立即了解。好，该厂是否有依规定来落实执行？好，那这个部分就要配合一个立即侦测的一个系统。
这段期间，亲像新北市都加强肉品市场、屠宰场的清销，为解禁做好准备。应变中心表示，解禁了后，相关防疫做法未长期，包含落实食物安全、管制人车出入、健康记录甲清销。未来若无正常死亡地者，或者是出现疑似病症，会要求及时主动通报，也继续要求肉品市场、屠宰场、运输车等要落实清销。一定要再次的去确认我们全国的可疑可能的这些病毒的入侵，我们有做更好的一个防范哈，我们才会去提出申请。中央在海应变中心表示，虽然3阶段非洲地这清零目标已经达成，不过防疫工作依然继续到年底，确保疫情未阁发生。目前也未伫3个月了后，马上向世界动物组织申请非疫国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关岛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下暗就会叫做轻度风台洪峰。后礼拜一，伊划向北边的角度甲时间，就会成做这粒风台敢会划进台湾的关键。另外，菲律宾受到风台海鸥的影响，已经90个人死亡，超过34万人脱离。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初五北部暂时搁凉冷，有落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不过，为后礼拜开始，天气恐惊阁有变化。目前伫关岛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9，按算会形成洪峰风台，可能会影响台湾的天气。下周2及3就会受到这个热带系统是最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在北部及东半部迎风面地区要特别留意，雨势就会明显的增加。那如果路径是距离台湾比较接近，甚至靠近到南部陆地的话，那南部地区朋友也要留意。目前气象署预估 ，TD29可能会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行驶，到拜六礼拜可能会到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了后拜一会扫过菲律宾的北部，接落来会转向北边。若较较早活的，就会划进咱台湾东边即时；若较晚活的，就会扫到台湾的西南部，甚至会直接加对广东的沿海。它在北转的过程当中，强度看起来是会慢慢的在减弱，但是对于这种环流范围比较大的台风，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它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程度会比这种小台风要来得大蛮多的。气象专家提醒，风台影响台湾的可能性真大，都要密切注意做防灾的准备。另外，伫咧菲律宾中部受到风台海鸥的影响，路面规个做大水，就连车嘛对水流去，有的人家厝嘛淹去，民众的生活受到真大影响。Papalaki na yung tubig. Muntik na nga ako malunod kahapon. Inanod ako sa sobrang lakas ng baha.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海鸥风台造成的死亡人数一直在加悬，目前至少有90个人无命，内底包括6个军人。出动时，因搭直升机去南亚高松省执行救援的任务的时阵，飞行机摔落来发生事故。消防省嘛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的状态，有超过34万人暂时安置伫咧疏散中心，民众嘛希望生活会当赶紧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的选举，这样测试有超过一半州拢举行地方选举，这结果嘛，互人看作是明年国会选举的参考。也川普上任到今经过9个月，面对任期内第一场民意的考验，结果煞是输甲土。来看上受到关注的3个州，头起先是纽德西州，这是川普伫咧2024大选当中得票率进步的地区之一。原本伊掠准会当趁这个势，搁继续选赢，想袂到煞选输互民主党的代表削弱。这嘛是纽德西州为1961年来第一摆有政党连续3届拢选赢。搁来看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的候选人史班伯格，伊是以超过50%的得票率，甲州长的这个位为共和党的手头赢倒来，成做第一位女性的州长。上尾的是纽约，这届选调市长的曼达尼，伊是第一位穆斯林的市长，阁是纽约100年来上少年的市长。The sun may have set over our city this evening, but as Eugene Debs once said, I can see the dawn of a better day for humanity.
在川普为纽约市前市长古默用心求票时阵，34岁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到尾也是伫超过6成选民转予伊摕到纽约市长的宝座。印度的曼达尼伫非洲乌干达出世，伊7岁时阵带厝的人移民美国，2018年才得到公民身份。伊是纽约头一个穆斯林市长，也是100年来上少年的市长。今仔28岁苏里亚 AA 家后是历史上上少年的市长夫人。New York, we have answered those fears. Tonight we have spoken in a clear voice. Hope is alive. 曼达尼一个就出名，为无人熟悉的州议员变做民主党内上响目的政治明星。伊的政见是加好嘅人加税，提供纽约市民免费公车、免费托育，佮争取帮助卖起价。这是纽约历史上头一届有真强民主社会主义作风的政治人物做市长，佮掌控每年差不多代票3兆4000多亿的大预算。川普选举前就捌批评伊是共产主义者，去放掉万一曼达尼当选，要抬纽约的联邦资金，这场哪亲像2016年美国其中选举热身前的首场选举，结果伫纽约市长维吉尼亚甲纽泽西州长之前，拢由民主党赢去。其中纽泽西州是1961年以来头一届有政党3连霸赢州长选举。捌担任美国海军直升机飞官，同时嘛做过4届众议员的薛洛，是纽泽西历史上第2个女州长。但是维吉尼亚是由红州变蓝州，产生头一个女州长。And just a few minutes ago, Adam said to our daughters, "Your mom's going to be the governor of Virginia." 斯班伯格是前中央情报局 CIA 官员，做过3届联邦众议员。维吉尼亚州这届选举结果其实无互人意外，因为这是加纳斯加州全美国第2大联邦国员规模的州。And tonight, as the governor-elect, I call on Congress,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our president to make real progress on bringing this shutdown to an end. 针对这个选举结果，川普已经伫真实社群讲，原因有2个，一个就是伊家己无伫选票顶悬，另外一个是政府拢停落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伫 X 平台答文恭贺民主党，佮表示看来未来会更较公平一线。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东南亚的国家抱歉联邦有一间老人安养中心传出火灾，上无有10个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未赴走出来，不幸过往，各有20多个人受伤。因来导火原因是也在调查。伫暗暝也会当看到烧甲真猛的火为大楼的7楼冲出来，火分嘛分甲规栋安养中心拢是。这是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联邦伫东部的全国第3大城图兹拉。除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消防队紧急灌救，想要控制火势，还佫有较侪警消甲医护人员协助安养中心内的老人撤离。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差不多有20人受伤，除了部分老人，还佫有参加救灾甲协助撤离的警消医护人员。现场看到的人是讲，火烧到的5楼至7楼，拢是带行动无方便的老人，可能是这场火灾造成死伤的原因。Jer su popucali 301, ja sam 3. sprat. I počelo je nešto ruši se tamo, ja sam odmah recepciju zvala, nisam mogla dobiti. Međutim, pogledala sam na prozore, dozgor idu sve ovako velike rske, već padaju. 代志发生了后，破赫联邦政府高层拢对死者表达哀悼。图兹拉当地的医学中心是讲，挖落来暗过送医治疗的患者当中，包含几落个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其中3人送入去加护病房。那是火灾发生的原因，警方表示，等确定火拍花、火场安全了后，才会当进行详细调查。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同款是意外的消息，美国 UPS 货机伫机场要起飞时摔下落来，爆炸导火。目前已经有7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也失事的原因搁在查。画面内底这只飞行机当要起飞，毋过摔导火。这只 UPS 的货机顶悬载3个人。车是伫肯塔基州路易维尼机场，当要起飞就导火，了后规个爆炸。当局赶紧出动救人，不过不幸的是，已经有重大伤亡的通报出来。No specifically hazardous cargo on board of the plane that would create
an environmental issue for those around the site, but the impact. Now we believe we have at least 3 fatalities. Oh, I believe that number is going to get larger. We have at least 11 injuries, some of them very significant. 根据美国 CNN 的报道，这个飞行机的事故就有可能发生在咧起飞 V1 的阶段，也就是启动时飞行机的速度已经到无法度临时打动，一定都要升空的阶段。因为这架飞行机要飞去夏威夷，要飞超过8点钟，所以飞行机顶的油是满的，差不多有38000加仑。UPS 伫在地有报告处理中心，伫全球内底算真大间的。每天差不多有300架次的飞行机咧出入，每1点钟处理的报告超过40万件。另外，联邦航空总署 FAA 测试暂停瑞金华盛顿国家机场航班的起落，原因是因为一架联合航空的飞行机受到炸弹的威胁，无偌久了后有恢复航班的运作。不过，已经有超过190个飞行机纸受到影响。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资料，这个事件还无经过证实。到初5为止，美国政府停放已经35天。运输部长回答警告，欠卡手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可能会致使部分美国的空隙都要封起来。美国政府若持续停放，到时就会看到大规模航班慢分甲取消，因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无够，无法度来应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有一个已经95岁日本阿公，苏当时离境结束了，就对亲人返去日本。不过也是定定会返来台湾看伊细汉大过厝。而即马遮嘛正做是台湾文学基地。文学馆知影了后，就邀请作家甲伊的故事出版做一本台语绘本，叫做《挂网台暗暝》，希望用母语来讲台湾的故事。95岁日本人Hisashi Nimoto来台湾足侪抓，总算找到较早伫咧台湾住的厝。无想讲这个所在即马变做台湾文学基地，而且阁保存甲遮尔好。台湾で私は10回ほど家を変わりましたけれど、台湾で住んでた家で残ってるのはこの家だけだったんです。Hisashi Nimoto的阿公伫日本时代是铁道部的部长，爸爸伫糖厂做工课，伫台湾度过一段幸福的日子。不过伫伊初中的时拄到二战，规家伙仔就安尼包啊款款的返去日本。台湾一直是伊心内上深的基地。台湾文学馆听到伊的故事，感觉真感动，也请作家宝宝将伊的故事画做绘本，挂网台暗暝。为什么叫做挂网台暗暝咧？因为网台是台湾网通较济才会挂。伊讲伊去日本战败，伊转去到日本了后，明明就无网啊。毋过细汉时囡仔是养成的这习惯，互伊感觉定定都爱挂网台，伊才困会落眠。因为爸爸是糖厂的员工，伊自细汉伊咧食甜的物件的时阵，这就是伊身体里面的一个记忆。伊去日本的时阵，做一个巧克力豆的开发，像香菇那样子的巧克力。糖对Hisashi Nimoto来讲是台湾的味，也是甜蜜的记忆。这本台语绘本是有声册，对写话和录音拢是宝宝一手包办，就是希望用台语来讲述伊咱台湾的故事。记者陈阿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孟加拉贵族以及批丁贵珠宝，100多年来拢一直藏伫咧银行金库内底。即阵因为政府强要破产，所以宣布甲这宝贝解封，重新建光。美丽粉红宫起伫咧1872年，即嘛伊是孟加拉首都打卡的阿桑曼兹宫殿博物馆。不过，上早伫英国殖民进前的封建时代，粉红宫是权威正悬的王公萨利穆拉引导。除了这栋高级厝，萨利穆拉王公伊收藏的宝贝真多，其中上特别的就是一副叫做《光之海》的大粒泉州。虽然已经加运排几落代啊，粉红宫也伫1908年加光之海这批珠宝，最近抵押予迄当阵的英国殖民政府。不过，萨利穆拉王公的家族毋捌甲因袂记的，伊的曾孙穆拉德手内抑有一本家族的册，内面有图为光之海泉州的外形，也有介绍光之海泉州的历史。rectangular আর সাইড দিয়ে আরো বেশ 10 ক্যারেটস করে এক একটা মনে হবে। আর মাঝখানে আমার মনে হয় 20-30 ক্যারেট, যেটা মেন ডায়মন্ডটা হবে 26 to 30 ক্যারেট আমরা অ্যাজাম্পশন করি আমরা, মেন ডায়মন্ডটা এটা। আর সাথে আছে আরো 1, 2, 3, 4, 5, 6, 7, 8মনে হয় এরকম。55岁穆拉德虽然毋捌亲目睭看过光之海，不过伊知影泉州的起源是伫印度。
因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冠顶头叶夫，根据当年王宫甲英国殖民政府的发现文件，1908年的第一片包括公之海在内有108件珠宝。验过所入去银行的金库了，100多年来就没有人搁看过，银行也唔敢随便开看。আসলে এটা তো আসলে ব্যাংক তো এটার জাস্ট এটা গচ্ছিত রেখেছে, তারা যে অবস্থায় দিয়েছে ঠিক সে অবস্থায় কিন্তু আমরা এটা হেফাজতে রেখেছি। কারণ তারা নবাব পরিবার এখানে 2টা বক্স দিয়েছে আমাদের কাছে, আমরা কিন্তু শুধু ওই বক্সই দেখিয়েছি, তারা যে অবস্থায় দিয়েছে আমরা কিন্তু সেই অবস্থায় রেখে দিয়েছি। এর ভেতরে যে কি আছে এটা কিন্তু আমরা দেখতে পারি না।这几年孟加拉的财政无好，强要破产，政府为了要赚钱，决定要成立专职委员会，解放这寡藏伫咧金库内面的宝贝。消息传出来了，银行一个萨利姆拉家族的后人，心内是欢喜个期待。হ্যাঁ অবশ্যই এক্সাইটেড, কারণ আমারও তো দেখা হয়নি এটার ভিতরে কি আছে বা কিছু আছে কিনা, আমারও দেখা হয়। এটা একটা রহস্য রয়ে গেছে আজ পর্যন্ত।已经封控100年，这个那村金票辉煌的团算，公之海点点都伫咧金库内面，经历过1947年英国殖民统治结束的暴力动荡，1971年的孟加拉独立战争，一个了连续的政变，咁真正一个伫咧金库内面，这是大家上想要知影的。尤其是萨利姆拉王公家族的后代，正期待会让亲目睭看到这批这个那记录伫咧因家族册内面的珍宝，也看是毋是有法度互因个转来家族的手内。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全世界上贵的咖啡就是一间杜拜咖啡厅，因使用的咖啡豆毋但真罕见，阁捌得过奖，一杯咖啡就要台票3万块，创世界上贵纪录。伫杜拜无上奢华，只有国家奢华。怎么无爱这种咖啡豆？若要啉一杯，只少台票3万。In the cup, you will find mostly white florals like jasmine, and citrus flavors like orange, mandarin, bergamot, and hints of stone fruits like apricot and peach. 杜赞厝的花果芳伫今年8月精品咖啡大赛，和评审欧罗加德志摕到史上上悬分数。产地伫咧巴拿马巴罗火山附近庄园的月季咖啡豆，品质好，验过善良酒。So the total lot was 20 kg, and we are planning to serve 400 cups approximately. And we are not thinking to share any greens with any other company, so we wanted to be just exclusive for Julep brand. 虽然讲物件少就贵，杜拜人如果正惯势买高级货，验过这种啉一喙就几落千的咖啡，也是好野人才啉得起。I'm trying coffee every day, different beans, different texture, every day. But to spend that much on the coffee, it's difficult to say yes. But if I was very rich and I did not care, I would try it just because. 业者也特别保留一寡咖啡豆，专门予杜拜王室享用。也讲因这种咖啡唔免用黄金的杯啊，或者是其他高级的包装，因为这种极品咖啡豆只可来当做400杯咖啡，一旦啉到就让人感觉你真尊贵。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